拍拼的散车人，作者高家辉。自细汉，伊的人生就足悲惨的，因为伫伊10几岁的时阵，伊的阿母就过身啊。伫国小6年，伊就出来趁钱，真正互人听了有够毋甘的。因兜除了伊，阁有一个比伊细汉7岁的小弟，伊自细汉就爱讨趁，互小弟食甲穿。虽某日子过了真艰苦，毋过伊嘛是坚持要互伊的亲人过上好的生活。惊小弟无通食饭，啥物代志拢是伊在烦恼。伊的小弟拢看在眼内，伊就亲像一个娘嘞共款，在照顾小弟。伊为着要过搁较好的生活，搁去做艺人，想讲安尼会当趁较济钱，会当改变生活。伊足幸运，拄仔做艺人无到2冬就红起来啊！真侪公司阁足侪人熟悉伊即个缘投的人，因为名声渐渐摊开，互伊会当直接真侪膝头。伊若是有闲，就一直接工课，无暝无日，就亲像认真拍拼在讨趁，就是因为伤操劳，身体就阁愈歹啊，而且阁得忧郁症，这实在是有够不幸的。细汉的时，老母就去做先仔，阁有一个小弟要饲，全部的负担拢伫伊的身上，真正是有够食力的。伊的好朋友阁甲伊欺骗，做风送头，甲伊的代志阁无实在代志讲出去，互伊无法度做人。毋管安怎解说，大家拢无得甲伊信斗，所以才会得到忧郁症。后来，伊的小弟有出头啦，甲伊阿兄讲，伊会甲伊斗相共，叫伊毋免烦恼。伊的阿兄真正忝啊！伊的小弟遐个对国中到大学的学费，所有大大细细所开的钱，拢是即个阿兄负责的。为着顾小弟，伊家己嘛无读啥物册。你讲即个故事是毋是足沉重甲疼心嘞？讲即个故事的人目屎得要流出来啊！